有一个通缉犯赛车弄入去家人火车头的冰胶刀怎绑链，车卡伫个铁基路顶，害早起要上班上课的学生甲通勤族无火车通坐，一直到早起9点外才恢复正常。有12班的火车牵着时间。警方讲，嫌犯最后是沿着车头的杠梁爬起伫3楼，消防局出动分推车，才甲男子救落来，移送法办。关键骑车搁试喇叭，爱拿是轿车的驾驶赶紧停落来，因为头前就是冰胶刀。驾驶唔肯配合，驶去哩铁基路。伫个昨半暝2点半左右，警方伫个龙安街甲正义路口准备搬叉停点路边，等咧食电子烟。31岁黄姓查甫人，想袂到伊竟然拒检，甚至赛车弄家人火车头南站的冰胶刀，结果车破链掉伫个铁基路顶。车辆为半暝2点调调，地属铁路的设备受损，影响家人到7队列车通行。就算4点50，代替的公务单已经派怪手移除，早起5点恢复单向通车。不过到早起7点，列车也是无法度正常行，2点钟了后9点才恢复正常通车，拢总影响到12班车，搁拄着上下班的时间，影响到通勤的人。来，机车过来，机车过来。今仔日早起代替的人员手动有冰胶刀的围栏，过路人甲机车赶紧通过，不过有赛车的驾驶发现根本就无法度过。机车可以过，为什么不能过？因为早上去那个有发生一点故障。好像延误20分钟嘛。所以你就赶快来搭这个客运了。对。他现在上班会不会迟到？会。火车无法度坐，上班族就赶紧到转运站排队是排到路长，那客运嘛增加车帮来疏散人潮。那甲车放的逃走的嫌犯，最后是行车站的杠梁爬到3楼，跳落去南站的阳台被刷掉伤。消防局出动分推车，成功把查甫人救来。查获该名黄姓驾驶为公共危险及伪造文书通缉身份，同时在车上查获第2级毒品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烟弹等毒品。伫咧铁基路小入落尾，毋但是家己两倍互逮捕，佮受伤，佮害着通勤的民众上班上课迟到，实在是擦青该掰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